关心香港新界大埔丰福园社区8栋大楼着火，目前传出讲已造成至少44人死亡，其中受一个消防人员，有几啊10人送病院，共279个人失踪。建筑公司有3个人已经被警方抓起来了。警方嘛发现讲，这大楼外墙拢无使用有防火功能的建材，所以造成火是炭了真紧哦。香港的特首李家超嘛表示讲，因会彻底来调查。 大火甲黑暗暝，你甲红记记，几栋大楼着火烧甲真美，看起来真惊人。香港新界大埔区的丰福苑，2日下晡8栋超过30层楼高的主体大楼发生火灾，消防人员透暝抢救，不过火场的温度真高，而且烧甲真紧，消防单位坦白讲真歹救人。Up to this moment, the temperature inside the fire scene is still very high, so. We have difficulties in proceeding to upper floors of 2 of the building. 大埔丰福苑2日下晡2點51分發生火警，火勢一路炭燒，對下晡3點燒到6點22分，嚴重程度已經對3級升做上懸的5級。這也是17年來頭一屆的5級火警。雖然拍火拍幾暝，而且也是有火勢佇部分樓層咧燒，佮繼續慶祝表演。現場的消防也佮咧搶救。因為當地警方表示，初步了解是因為建築使用不合格的消防材料。咗嘅保護網啦。 保護膜咧、防水帆布、塑膠布係懷疑咧係未符合呢個防火嘅標準嘅。咁而我哋警方喺現場進行調查，發現一棟係未波及嘅大廈喺裡面每一層嘅電梯大堂嘅窗出邊咧係發現有啲發泡膠嘅包封嘅。 警方也到建築工程公司敲索，有3個公司的人員，互人按照涉嫌誤殺來抓起來。豐福苑去年7月開始，因為建築上樓，外牆做大規模的整修，工程有1年多，按算每年完成。不過伊使用無合規格的材料，玻璃窗啊、搭玻璃籠，還有真高燒起來竹啊來做用價，而且好親像有工人食滾才燒開。特首李家超表示會徹底調查。我已經指示政府各個部門同埋單位。 全力進行多方面嘅工作。首先嘅工作，最首要嘅工作就係撲滅咗今次嘅火災。我哋會作全面嘅調查。李家超表示，已經動員一切必要資源甲人力進行災害搶救。因那數百位居民已經互疏散到臨時庇護中心，也當咧緊急安排受災戶到臨時嘅大所在，用嚴肅嘅態度處理這件事件。公司新聞採訪報道。